我親身咧都訪問過咧一啲退休人士嘅，咁佢哋咧唔係唔知道乜嘢係持久授權書，又或者咧唔係覺得個法律成本好貴，反而有一樣嘢嚟卡住咗佢哋嘅，就係佢咧就唔知點樣去授權一個咧佢信任嘅人啊，咁啊覺得哇，我俾咗一個咁嘅授權出去，咁好似好冇安全感咁話喎，咁有冇啲小 tips 可以俾翻我哋咧？都有啲方法去處理嘅，即係首先因為你可以授權一個人士去幫手處理。亦都可以授權多於一個嘅，咁就用唔同 form 啦。咁當然有辣有唔辣，即係如果話，我覺得呢個人未必最信得過嘅，我要揾多個人傍住咁樣成嘅，咁有機會就搭沉船啦，因為有機會呢兩個人佢傾唔掂數，到時候都有機會阻住咗究竟申唔申請到咧，搞唔搞到咧？另一個方面就係睇下會唔會有機會令到佢個授權本身係窄少少。唔係處理晒好多種類唔同嘅資產。多謝啦，鄧律師啦，俾咗2個小貼士我哋啊。你未必需要授權晒全副身家嘅，咁你可以咧授權咧指定嘅資產。咁可能咧對於某啲退休人士嚟講咧就會安心啲啲啦。